老婆啊，今朝阳光明媚，来了侬搭家。我话，我们老四岁哇，哦，苏州四岁。哎，总浪再觉着有点大劲，我不做哇。咁么上上一搭个农家乐吧？罗大家，喏，谁来搭哇？荷叶私房菜。一般店我去年得3间来过个，来采树山梨个辰光吃过。哎哟，还搭个环境水的就海开，鱼啊，鱼人。白相里独立个厕所，可以搓麻将，还可以唱歌。你看看一搭个环境。哎。那个你个白相，品茶吃饭，人在模拟。老婆，冷盆来着，吃吧。吃呢，吃还是啥物事啊？里向个娘蛮多个，你看。那个像寿司，有像春卷，精品海石头，素食商品化，鸡中菌松板肉，深海大黄鱼，红山羊肉，蜀山豆青菜。寿山梨园鸡汤，1人1份的哈。搿鸡汤是一个。老婆，你现在对哪个生活还满意？满意个，我马上睡也不说53岁啊。现在我吃得了，困得着，唱得动。那个熬生辛苦，为一个真神已经被我短短不想想，我个福气落得来个，44岁了。这类菜啊，深海的王，现在来真吃。嗨，告诉吧，上个红山羊肉，我现在呢最欢喜吃羊肉。浓郁它讲色米个，老婆今朝菜吃哪哈？蛮好呀，蛮好。味道不错。不错，你随便用全做菜，搿烧是有种羊肉了，真侪是炖出来搿只老哦啥。阿拉鸡汤实在是里向的。问了3个问题，或者开出来一道片漂亮得不得了。蜀山会举行一个梨花节活动的，估计1周左右吧，大家都可以来打打卡什么的。到辰光你再来，到时点点啊。蛮好，到辰光你再来白相梨花菜。